有真侪人把这个无爱挃的衫拼入去旧衫回收箱内面，不过伫咧新竹市有真侪旧衫回收箱，伫过年这阵啊，拢已经坐甲满出来咯。其实啦，这内面有7成的衫是根本无法度回收再利用的。拍开回收箱啊，二手旧衫裤已经满出来啊，更较含的箱仔边仔的涂骹竟然阁有一堆，有个人等了就走。大附近的民众感觉有淡薄仔困扰。过年人家都买新衣服，旧的回收出来的样子。今一抓回收站，车回来旧衫已经壳甲无所在通放。只敢讲，平常时一个月的回收量大概15-16吨，过年前后煞我买20吨，更较互人头壳疼的是，一般收回来的旧衫有4至5成通阁再利用。过年期间，敢若3成，剩的7成拢成做粪扫。那这个桶子投不能投了，你可以下一个桶子投嘛。它不是，它就跟你放在旁边，那就会造成装烂。下一个人一看到啊，旁边有人丢，我就跟着丢。我们又没有办法去那边站岗去跟他看到底是谁丢的。我们是很微薄的，是什么？挑起来现在在卖那一些，卖多少就算多少。一领清气无破损的衫。平均会当卖到几10块，虽然无讲介多，啊，不过会使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。处理资源回收的团体甲职工，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，莫阁黑白甲粪扫抌入去回收箱啊，造成因的负担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